各位今日你跑頻道嘅粉絲午安啊，歡迎嚟到我哋今集嘅特約小影片啊！今日日期咧係4月25號嘅下午4:05啦。今個禮拜方面啊，恒生指數咧就喺22,000點咧作出一個鞏固階段㗎。咁啊，而我哋嗰個嘅波動性方面咧，仍然 keep 翻喺嗰個嘅月頭嘅大波動啊，23,457點。咁啊，曾經咧因為呢個對等貿易關稅嘅問題咧，就插到咧去4月7號低位19,260點㗎，然之後咧都 V 彈咗2,800點咧，係啦，咁啊去翻22,000點嘅水平啦。相信咁炮姐分析都係會有好多係跟我哋 all in 咗個強積金咧入到去啦。咁啊，恭喜晒各位粉絲先。今日條片咧就想同大家分析一下美團同埋京東咧呢兩個嘅世紀巨頭大戰啊，佢個影響啦、結果啦，同埋股價走勢嘅分析㗎。咁啊，如果你係對一啲嘅賺錢啦、投資啦、港股、美股有興趣嘅朋友仔咧，記得 follow、subscribe 炮姐嘅 channel 啦。每一個禮拜都會有好多唔同嘅直播啦，同埋高營養價值嘅影片咧喺翻度㗎。如一個證券界行內人嘅身份同埋 game 經理嘅身份咧，話俾大家知，究竟咧我哋睇翻一啲嘅行業嘅分析嘅賽道啦，或者係一啲嘅競爭嘅賽道咧，有啲咩特別留意翻㗎？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我哋今日嘅小影片啦。睇翻上一個禮拜嚟講啦，大家喺翻嗰個嘅股價方面，成日都彈出兩隻嘅股票㗎。第一就係美團啦，第二就係京東啦。咁啊，京東咧就實行咗呢一個嘅入侵性嘅攻擊翻個美團外賣業務啊。咁啊，包括翻嗰個嘅核心成本啦，係啦，京東咧對於個商家嘅實行前3年嘅完全免佣啊，即係咧又出中國人嘅節招啦，鬥平鬥賤㗎。睇翻3690美團而家嘅平均佣金率係12至20%，咁啊，單係商家每年讓利咧係1.2萬至到5萬左右㗎。即係如果假設佢係每個月 sales 係1萬到6萬計算啦，咁其實嗰個嘅成本係54到225億啦。咁其實呢一個嘅免佣嚟講，對於美團嘅打擊咧係都非常之大㗎。但係對於京東嚟講，其實係咪有個好處咧？如果你話以價取量嘅話咧，到時候真係攞到個 market share， 但係佢做唔到嘅話咧，其實呢一個都係鷸蚌相爭，就客戶得利咁樣嘅。咁另外啦，佢可以係透過翻個商家端嘅增值服務啦，係啦，即係譬如一啲嘅置頂啦、黃金位置啊，或者係訂單嗰個嘅貸款啊、月息嗰個嘅彌補翻去個損失嘅。但係啦，其實嗰個嘅用嗰個收入嚟講咧，預算都唔超過20億人民幣㗎。咁所以換句話講，其實京東呢一個咁大規模免佣入侵性搶美團嘅市場咧，對於佢個股價震盪係非常之強大㗎。咁啊，劉強東喺上個禮拜都親自送啲外賣啦，同埋一個火鍋啦。咁亦都就係話有啲行家同京東嗰邊有了解過話，點解你要做呢樣嘢嘅？最恐怖嘅答案咧，我覺得京東喺嚟緊可能仲有幾大嘅下跌空間，就係博啲客咧係啦，買完之後即係買完嗰個外賣之後咧，再買其他嘢喎。咁啊，炮姐成日都會翻大陸出差啊，或者去打 golf 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亦都係每一次都會嗌美團嘅外賣，或者係京東外賣出嚟之前嘅餓了麼、阿里巴巴騎嘅餓了麼啦。咁主要嚟講，你點下啲早餐啊，飲下咖啡啊。串燒啊，或者突然間病咗點下藥啊，姨媽度買姨媽巾嗰啲啦。但係我咧個人嚟講咧，係啦，我真係冇試過話我會因為買一個嘅咖啡係因為平咧，就係買埋燒雞翼嘅喎。OK，咁呢一個嚟講，如果你話京東諗住係揼多個骨嘅，或者係雜貨店嗰個策略係啦，即係可能啲米啊或者鹽油買平啲，煙仔賺你錢呢啲策略咧，我哋就覺得咧未必係成效啦。咁所以嚟講，其實你見到京東喺翻4月份咧，喺翻嗰個嘅對等關稅之後咧，跟隨大市大裂口啦。咁曾經喺翻呢一個嘅月中嘅時候咧，嘗試係補呢個下跌裂口嘅。4月15號補完下跌裂口咧，再次係又打穿翻嗰個下跌裂口嘅，反映翻市場咧係完全唔受呢一個嘅
影響啦，即係佢係唔受呢一啲所謂嗰個嘅反彈影響啦，甚至乎咧係幾悲觀一下㗎。同埋京東睇翻佢個比較上係滿百減七啦，Plus 會員係免配送券啦，每個用戶每年補貼5嚿水啦。咁如果你話用戶規模達到1億咧，成本嘅話咧，其實講係500億嘅喎。咁而家美團喺翻一個外賣業務賺嘅錢係358億左右。如果你話京東咁嘅規模咁樣倒貼嘅話咧，恐怕會將佢盈利咧再係下沉落去㗎。咁同埋啦，其實京東 Plus 個會員導流年費先係99蚊嘅，比三毛嗰3嚿水仲要平啲。咁另外都要需要俾翻20億去匹配翻嗰個嘅會員嘅服務嘅，所以就即係話收穫同埋個付出唔係太過對等啦。OK， 唔係太對等啦。咁仲有佢啱啱個爆個點就20分鐘退錢，呢個又係好大鑊㗎。因為如果你大陸去油覓嘅話，你都知啦，要遲10分鐘塞個車咧，肯定係over 咗㗎。如果呢個費用要京東自己揞嘅話咧，恐怕呢一單係咧賠了夫人又折兵嘅生意嘅。咁同埋你見到啦，個技術投入方面咧，亦都係偏高㗎。就算無人配送啦，無人車投入咗20億啦，覆蓋10個城市咧，其實每一單平均都係高過人工嘅配送費15%嘅。咁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嗰個車道啦，或者係嗰個安全性啦，嗰個可以配送嗰個嘅位唔夠多啦。仲有如果你話自動駕駛去到 L4 級別嘅自動駕駛系統嘅話咧，其實相對地嗰個成本嗰個嘅損耗咧係比較上係多啲㗎。咁其實見到咧，而家美團同埋京東嗰個嘅走勢方面啦，咁亦都係反翻嗰個嘅上升級力咧，係啦，自己去打翻嘅。咁特別係美團啦，就算上一次嗰陣咧都補唔翻裂頭啊。京東都曾經喺4月10號補翻個裂頭咧，美團連補都唔補，甚至乎好似直朝向翻去個1年低位100蚊零1毫子咧，佢嘅向下沉㗎。咁呢一個嚟講要小心啲啦。其實而家係有3個效果嘅。係啦，咁呢一個嘅綜合成本嚟講咧，其實獲取客戶嗰個成本係會增加啦。短期嚟講，其實你係會見到京東係要需要輸血翻成400幾億咁多嘅總成本，1-2年來每年講350億至450億，包括啲騎手啦，嗰個嘅5險1金嘅補貼啦、技術等等啦，要京東集團輸血嘅。咁其實佢淨利潤得個57.47億嘅美金咧。係啦，420億就唔係好夠補貼㗎。中期嚟講咧，仲要有 market share 到15%咧，economic scale 底下咧，成本壓到250至300億㗎，但係仍然維持5%利潤率目標，即係呢個係本大利小嘅。長期嚟講，如果話單程日均係有超過50萬單嘅話咧，係啦，會有協同效應㗎，即係譬如啲零售啊、金融啊等等啦，而家你啲 app 嗰度佢都會做翻啲，咁即係短期嚟講，京東係會極度失血嘅。係啦，美團嚟講無啦啦都俾人嚼啦。咁樂觀情況嚟講啦，3年內咧，京東嗰個嘅市場份額突破10%，但係而家咧得2.8%嘅啫喎。咁但係市場都係極度睇得唔好啦，因為佢呢個大量輸血倒嘔倒貼先做到啦，同埋京東物流協同嗰個嘅成本咧去到40%樓下㗎。咁單均個配送咧係成本係大於4蚊嘅。咁訂餐啊、醫藥配送等等高毛利場景咧就20%嗰個嘅收入啦。因為你都知㗎啦，譬如買一啲嘅衞生用品啊，係啦，即係藥嗰啲你多都會俾嘅，都價格嘅敏感度偏低嘅。咁所以嚟講，佢首先要擴大咗個 base 啦，係啦，咁成1000億投資啊。咁最 worst 嘅情況就係佢攞唔到份額，錢又俾咗就麻煩嘅。咁同埋美團嚟講啦，我自己都係美團用家啦，我 download 咗咁耐咧，我都試過 download 京東，但係因為搞唔掂 setting 啊，同埋好似嗰啲商家嗰個嘅幅度唔係太多，所以我暫時都係放棄咗嘅。咁但係如果咧佢2至3年退出嘅話咧，咁就停止輸血啦，咁呢個就大鑊噶咯喎！佢要係靠翻武器去消化市場嚟講咧，相信係難搞嘅。OK， 相信難搞噶。咁同埋啦，佢兩個改善方案啦，混合嗰個嘅騎手啊，係啦，同埋僱傭制度會好少少啦。咁仲有就係話結論咧，其實就係佢哋嗰個嘅
成本規模係高補貼啦、低毛利啦、長週期嘅京東外賣業務，即係喺翻呢一個賺錢角度賺唔到錢啦，有低利潤啦，有高投資啦，咁亦都就係話要耐心同埋生態協同效應嘅。咁如果3年內佢要可以成一日1000萬單嘅話咧，同埋控制虧損10% 之內咧，先有可能係穩定期㗎。但係短期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震動期啦。所以其實呢壇嘢對美團、京東嚟講都非常之大震動，同係冇一個着數㗎。但係二取其一，我會揀美團嘅。咁或者係可能出下一個業績嘅話，京東啲股東大力反對啊，或者啲聲音嘅話咧，可能就會有少少嘅叫做一啲嘅反對聲音啦。但係咧，如果你本身咧係有啲嘅佢哋嘅股票咧，其實都係善用翻期權去做一啲被動收入㗎。咁正如我同學仔啦，用美團嘅話，其實嗰一個月都收幾廿萬㗎啦。OK，咁呢啲嘅話，其實就係善用翻你嗰個倉位咧，去做翻啲期權彈性短線部署做翻㗎。咁如果咧我同學仔嘅話，可以個別諮詢翻我啦。OK，咁對於今集嘅內容，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咧，想討論咧，或者你對啲外賣咧有啲咩好嘢食咧，歡迎留言區度話俾我哋知，同埋記得俾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下個禮拜我哋再見啦，記得 Bye Timing Everything，拜拜。